跟你平常不太一样的感觉。我想要立体一点，五官立体。对，化妆中我可以尽量去收紧你的鼻翼，然后眼睛整体轮廓，然后眼睛再帮你放大一点。今天是星云稳定的日子，评估五官条件后，觉得鼻子适时的去收小，以及加强眉毛的毛流感，会让整体轮廓立体很多。一早的欢乐书画在妈妈的陪伴下度过。因为让那个男朋友回头，那个是什么？前男朋友啦，香水后悔那种啊。对对对，妈妈还有需要吗？他已经后悔了12年，我不会让他回头的机会。给父母那个，你还要有台词是当吗？然啦，话我还没讲你就先哭怎么办？所以妈妈不敢找太感性的，那可能要找那种好笑的。没有，我音乐一下来我就完了。我是杀鸡的，你小心一点。我专门当杀手，杀手已经当了多年。很喜欢这一组超好看，我好喜欢。第一个用的客人。多种情意人，人生